山动物园新的一年，阁有新的贵客。寿山动物园今年头一届和新竹动物园、花莲新港调风农场做伙来交换动物，用这个地鼠也阁有羊桃来换这个长片碗形甲容器，特别办一个签约的仪式。高雄观光局代理局长曲俊良特别欢迎大家新正年连假会当来到寿山动物园行行咧。 大人囡仔拢看甲足专心的，不时阁会出声，到底是啥物动物遮尔声目？原来是古锥地鼠当伫食中昼。看到什么？我看到那个袋鼠。袋鼠在干嘛？吃东西。伫咧高雄的寿山动物园，新的一年阁有贵客要来啊！寿山动物园要甲新竹市立动物园、花莲新港调风农场来做动物的交流，高雄会送出地鼠、羊桃来甲对方交换碗形甲容器。签署交流合作协议书。13号特别来举办签约的仪式，现场是闹热滚滚，大家拢真期待新的贵客来。这一次我们在109年开始，我们就有好的一个开端。我们也希望这样子可以开启我们整个寿山动物园跟其他一个园区整个交换的这样一个机制。那另外的一个部分，在109年开始，我们也希望说我们跨出另外一步，就是跟企业来合作。我们也有希望有更多企业的认养，然后来加入整个动物园的这样一个资源。寿山动物园长期拢甲各界来咧做动物交流的计划，即摆透过3个园区的动物交换，唔但会当推सक्生态保育，嘛会当增加园区展示的多样。春节就特别到啊，寿山动物园初一到初五拢有开，大家会当利用连假的时间来行春。记者综合报道。